后来走私这个免税粉逼空到今仔日第4天，蔡总统再起来参加公开的活动，第一届对这个代志做出着回应。蔡总统讲，这长久以来累积的问题，竟然发生了，都要面对来处理。总统嘛下令，爱所有的单位配合司法的调查，嘛爱新任的国安局长邱国正，在一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。蔡总统咧吐尿刷，看起来心情袂歹，但是一讲到国安局特勤人员利用触控专机走私免税粉，蔡总统心情沉重。长期累积的这些陋习哦，那我们看到的是国家的体制管理的机制跟执行法律的松散哦，对我来讲是难以接受、不能接受的事情哦，所以我已经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配合司法机关的侦查跟办理。司法风暴进入第4天，蔡总统头一次录音回应，针对这事件，第四届触访成果失去焦点，向第一线外交人员表示道歉。嘛强调已经在第一时间进行内部检讨跟人事调整，由退伍会主委邱国正转任国安局长。我们要去把它厘清，到底哪一些事情是他做的不该做，而他不知道。有一些同仁讲，哎呀，他们好像要准备收着一些哪些人员秋后算账，这是毫无根据的。就我们这一次的事件啊，做一个检讨，那么在1个礼拜之内提一个完整的报告给我。昨暗总统府嘛配合检察官到特勤人员的职务宿舍，摕相关人员的个人物品。不过私粉事件持续延烧，总统府连任之路嘛被质疑，敢会愈困难。什么叫雪上加霜？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长久以来累积的问题。那么既然发生了，我们就要面对，就把它处理好，让将来不要再发生。这是一个做现在的总统的人的责任。换掉总统府侍卫长，嘛换国安局长。蔡总统表示，这是长期以来所累积的，咱爱面对，爱赶紧处理，嘛无希望选情受到影响。